旧历7月是慈悲母的节，用世间的这个信众呢，要供养着无形众生。台湾的道外文化协会也拍算伫咧一礼拜六，也就是旧历的7月初3，举办文化中元节。阮剧团呢也以无记做主题来推出着行动剧，来自石器时代的人险险死两摆，甲无记比作是这有生命的人，甲语言的死亡也比作是人的生死。头一届是因为政府禁止人民讲出嘴，第二届因为人无要互甲这语言传承互咱的后一代，做伙来思考着这无记传承的议题。人有两摆的死亡，第一摆是肉体的死亡。第二摆是伊的名上尾一摆，互人讲起的时阵啊。甲武器比作是有生命的人，甲语言的死亡也比作是人的生死。这是阮剧团、伊剧团、永靖传统民俗特技团3个团队做伙创作的行动剧，来自石器时代的人险险死两摆。结合台湾传统的牵蒙、人老这类丧事的仪式，甲当代马戏的表演，来探讨武艺险险死去的处境。咱过去包含咱日本时代，包括咱国民政府来台，其实这个过程当中，武艺伊其实拢受到伊的压迫。阮剧团表示，台湾的武艺捌差一点死两届，头一届是因为政府禁止人民讲出嘴。第二届是因为无人搁传互后一代。咱台湾的母语可能嘛是需要一个教导，就是讲语言敢有可能死去，伊死去会拄着什么款的情形，伊死去什么原因，安尼来做发展安尼。旧历7月是传统的鬼月，台湾岛外文化协会也拍算伫即个拜六，旧历7月初3，伫青岛东路逢家普渡，结合45个公民团体、独立册店、艺文表演团体，办文化中元节。阮剧团也会用武艺做主题，透过戏剧，招大家来思考武艺传承的议题。记者顾佑基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